對手，個對手咧通常咧呢一個高度咧，佢大約咧5尺8、5尺9度咯。因為佢而家打斜咗，體重咧以呢個沙包嚟講，大約係100磅至120磅到啦。好啦，咁亦都做跟住啦，個前撐腿係用嚟開路嘅，跟住就腳開路，拳打，係嘛？落地嗰下咧，你腳開完路咧，落地嗰下咧，唔好失咗個重心，唔好個頭咧中喺前面。你中喺前面嘅話咧，你暴露咗個空位咧，有機會咧對方個拳頭打中你啊！所以調翻就要留意啦。當你前撐佢嗰下咧，一撐佢出嚟之後咧，要平衡翻自己嘅身體，跟住追打上去，腳一定要平衡翻自己，唔好個頭中咗落嚟。我再示範多一次啊！好啦，喺佢個距離嚟講，佢大約5尺7、5尺8呢個距離啦。我大約2個身位嘅距離，佢個拳頭亦都擺咗喺度啦。咁你同我嚟啦，我哋喺下放鬆少少，將自己嘅力量擺喺隻腿上邊，係啦，放鬆啲，前撐腿，跟住追打上去。有咩位咧就打咩位，有頭位打頭位。如果有身位打咧，就打佢腹部，打佢肋骨，打佢肋骨，好啦，再嚟多次。前撐腿，好啦，落地嗰下，隻腳個身形要保持翻喺呢個位置，然後先再決定咧係咪追上去打佢。如果你落地嗰下，落地啦，個頭側咗向前嘅話咧，有可能咧呢個位就會中拳啦。所以一定要保持翻自己身體嘅平衡。無論係踢腿都好，乜嘢都好啦，個重心唔好挨前，一定要盡量大部分嘅力咧擺喺後腿，重心向後。所以落地嗰下咧，你就會一撐完之後咧，就要落地啦。個馬步咧仍然係喺翻呢個馬步，然後再追上去打佢。嗱，如果我以